来看咱国内这件化是愈来愈严重，行政院通过要推动婚育主体、佮存久的用的楼亭等政策，要提供11000户的婚育主体，服务6岁以下囡仔的家庭会当住满12档，佮会提供新婚的租金补贴哦。育婴楼亭嘛放任其中的30日，会当一日一日来请，按算明年的1月7日开始实施。 这次推动育婴留停照顾弹性化的措施，可以提供劳工更多的职场弹性，而育婴留停的停薪呢，能够以日来申请，落实双就业、双照顾的政策目标，达到照顾不离职、续留职场，有助于留住成熟的劳动力。还有租金补贴。行政院指出，讲有6岁以下囡仔的家庭哦，得当来申请婚育主体，相当是当来住满12档哦，互囡仔到国小毕业进前，就唔免搁搬厝，唔免转学。 租金的补贴嘛扩大来办理，新婚是增加补助1.5倍，佮增加一个囡仔会当佮增加补助0.5倍。那以台北市一个月哦上济租金补贴8000块来讲，新婚哦佮有一个囡仔租金的补贴会当到16000块。